继续来看这件，一个住伫个高雄临恒的女性，顶礼拜三为中国的上海返来到高雄，照规定爱居家检疫14天。也毋过，才到第5天，李干事就联络袂到人，电话嘛敲袂通，去因兜才发现讲已经死伫个厝内。这嘛是这个月第2件居家检疫死亡的案件。 大门关条的高雄临恒这间人家厝无人，本来住在内底的厝主，佮咧接受居家检疫，也毋过第5天就被发现死伫个厝内。差不多40岁这个女性，平时拢伫中国，昨日为上海坐飞机转来台湾，后来转到婚姻的厝内进行2礼拜居家检疫。昨早起，李干事佮有甲伊联络，无什么问题，想要到尾晚中昼的时，要变问数，这个女性的电话拢敲袂通，相关的单位就随去到现场看，发现讲人已经无开案。 都没有看到人，以为跑出去，然后就在那个艺术打开，推出去的时候，推进去的时候，人已经倒在艺术里面。经过了解，这个死者的亲人拢住伫外县市，转来台湾了后，一个人大敢若有慢性病史。他有慢性病，这5天他们并没有任何的一些表示任何的病痛、身心病痛或是困扰，也没有任何像武汉肺炎的任何的症状，通通没有。 不管是理政单位还是卫生单位，甲这个女性伫接触的时，过程拢正常，嘛无讲伊人有无爽快。确实的死亡原因，都要等检验结果出来了后，才会知讲甲疫情敢有关系。